忧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这位四伯公，希望二哥你会当替我保守一下。你放心，我真了解你，我也袂伤过为难你。对啦，二哥，拄则你讲伫州府个拄着鬼，到底是安怎？大人啊，虽然阮是鬼啊，毋过阮老弟勇敢啊，阮并无害人啊。而且大人啊，同情阮三个啦。将真富贵的杜文店输害予真富贵啊！无伊早时会见光死呢，暗时会米无路，我甲无正常的恐惊会去互拖累着啦。啦，是啦，请大人你看在阮三个在生嘛跟随大人你嘛算是尽了一手啦。你若看到紧救迄个真富贵一命，嘛是算是放阮三个一条生路啦。这。我知影恁家案来甲正拄好，而且迄六柄大刀即时出现，想伙互恁两位甲本官斗相共，将伊掠起来。大人啊，阮是为着这件代志来你讨人情的啦。阮是我知影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既然恁已经甲我斗相共，本官嘛爱甲恁斗相共，毋才对。也毋过，恁是应该多发。若本官甲恁斗相共，恐惊连本官也有代志。安尼嘛有影呢？安尼要安怎？我有办法啦！大人啊，你会使将真富贵的杜文店交阮两位铺的啊！哦，你想要害死真富贵的哦？哦，你点啦，你嘛听我讲煞咧。大人啊！只要你将杜文贴放在桌顶，然后等两位铺的去摕杜文贴的时阵啊，我甲无正常的化作一船银行收起来，运出外口，后甲趁机摕走，安尼大人甲两位铺的都无罪啊！你想安怎？这安尼有理，是我安尼决定，我赞成。奇怪，哪会无看伊如家族婚姻的人呢？是啊，根本是看咱罪犯做因走的。大人，迄两位姑娘咧？无看人咧，可能是转去舅父家来看。是质量较好啦。哇，安尼水甲拢唔知人去啊！大人，免咧，我有代志找两位捕头。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下官送大人。安那安尼？安尼，你都要化作一船银花呢，输着甲奔走，安那一个就去，输一个搁叫蹦去啊！系啊，唔知影何方的任务咯？你还能创治呢？是啊，叫来看呢，叫来看。小王爷啊！
赶紧去，去。哎，哪会无看到人啊？啊是啊，咱都明明就看咱才过来啊。我看吼，咱搁来头前找看觅啊。好，行，进。有看到无？整座老伙迄个就是仲春的。啊，应该是春香药铺的小鬼咧。无唔对，另外这就是无正常的。哦，不正常啊。若唔是真富贵大婚贴离身，哼，恐惊伊甲其他日本城隍也唔知影因的行踪，哼，今仔日本城隍已经将人指明互恁咯，哼，刷落去要来做，恁家己应该都会知啊。安怎啦？无法度啊！我看吼，只好将足有村因西人掠起来，交上王爷。问题是因的变啊，安尼收一下，啊，都无看去，啊，咱要干点，啊是要安怎点？是，只好用计啊！用啥？用啥计？我嘛唔知，我是我。我靠！安啦，天光啊，你是想有计啊，想无计？有啊！咱即马马上去春香药铺，行。刷落去的。刷落去吼，咱看事办事啊，灵机应变啊！你有晓讲想这做好计，有影，我看你愈来愈巧，我愈来愈钦佩。报仇，但是我拄则周府爷派人来讲，昨有人影大刀，侵入周府爷，要结苦了，结果有5个被擒。哎呀，这是好代志啊！问题是，昨白姑娘甲朱姑娘可能是酒啉上济，要转个道中失主意，被围倒在迄面大刀所掠。即马咧，迄名大刀要求王大人在中道进前一定要放掉因5个被掠的同伴，若无请会对两姑娘不利啊！要安怎啦？哎呀，这简单嘛！咱只要时间对啊，心通顺，马上就我就知影，一路甲玉芬的下落啊！对啊，我就以来找去，我拢无去想着。大人你放心，我马上就会当查出2位姑娘甲迄名大盗的下落。容易，我看你并非是大恶之徒，你先仔要及时回头，改过自新的。你莫甲这个白讲遐济废话，你搁讲遐济也无啥物路用。你就是有嘴讲啊无啦，伊嘛敢若亲像阿咧听。人讲人之初性本善，我相信只要是人，伊的本性就应该是善良的。容易，你先仔要互你家己一摆机会，证明你是。证明我是啥？证明我是啥少？证明我是人。证明讲若是人，就拢应该爱有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！嘿，我问你，你敢捌伫七岁的时阵，你来夹着你的老婆，沿路你敢救去？你敢奔无？你敢捌伫？天落大雨时阵，你亲目睭来看到你阿安尼，我看死在你！唔敢讲！一天，天落大雨，我甲另外老母经过了这个小店，路过了一栋的豪宅。
阮阿娘将伊为了咱拼干的衫裤，也当了包在我的身上，而且自两天前，伊就将所有本来的物件，完全拢互我家己一个人来支起。伊家己连半点仔都拢无入口，结果迄一天，阮阿娘因此身体挡袂牢，昏倒伫迄间有钱人的大门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哋阮无苦苦的爱，竟然无人存这种完全心来看待阮这个，看待咱我囝？你毋是咧讲？你讲人之初性本善，哼！人性，哈哈哈哈哈！什么叫做人性？那是找咧啥？那是捌经过人生的痛苦的苦磨你讲的，伫我面头前，莫甲讲啊！叫你，你还阁有安尼通甲你照顾，你还阁知影别代志，你敢知影？我甲伊两个人，自细汉自出世，都毋知爸母伫倒位。是啊，我甲叫我自出世就是你的故人，是阮叔甲阮讲，阮是伫咧一场的战乱中，伫咧小村中，一堆尸体边啊，被阮叔捡着。所以，算起来，你应该比我较幸福才对啊！你还阁伫怨叹什么？生气吗？你嘛阁看过恁阿娘？搁再讲，你既然遮尔啊怨恨，迄一年迄个有钱人，无对恁两个母仔囝春秋万造，为什么即马所作所为，却是伫咧说恁大财之中？来听说人原本美满的心情，你将心比心，你阁作何感想？人的心中本来就是坎坎坷坷，你无需要怨恨天，怨恨别人。人有的是人的本事，人互人的是人的本分。你抢人！就是做出对不起你家己的本事，嘛糟蹋你家己的本分，更加对不起你生兄母。你讲啥物？你阿娘从来毋捌教过你做人的道理。你敢讲你？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。咱即摆是要去掠人呢？是啊，我是安怎想呢？必然的就是安尼啦。大人是本身呢，这掠人的代志，互阮着，你去敢方便？是啦，人讲迄刀剑无眼呢，万一若对方去伤到大人，是大人去强奸去伤到家己，那就是真不幸的代志。安尼啦，靠等下若拄着重要的时阵，
我才想到后壁。对啦，大人，你伫后壁面发声做阵就好啦，这俩人就互阮就好啦吼。行啊。大人，我较热心，你比点我后边。好啊。安尼，师兄咧教教我，希望生龙一生，修仙飘傲，借棍赴义。但是我一生却是大逆无为。必然啦，咱拄则是伫对啊新同顺，所发现的恶道确实伊的。是伊无唔对，你也起来。慢车！既然我五兄弟已经被官府所掠，我嘛无想要家己一个逍遥法外。我束手就绑，无需要动手。安尼介好，安尼我都要将你小心有安尼啊！人都要束手就绑啊，大人就直直要讲害。就是啊。哦，是到大人的功夫多好，哦，干那好大油，看袂出来。是啊，但是大人，哪会出手这么隆重？敢若条条拢要伫对方死啊！大人，大人啊，应该吼爱将伊活了才对啦。是啊是啊，好道，你竟然想要杀人灭口！大人啊，你卖走，卖走，你卖走。我叫。医生。你这大爷，你本高人。有春的，有春的啊！哎，你看真有贵，那突然间变啊这么爱食柴得笋啦？是啊，而且吼，面色吼看起来，佮渐渐好看起呢。照讲吼，怎啊是利时呢？应该吼，伊会真艰苦甲对咧，哪会颠倒愉快啊？我可能知影这个原因。因为得笋这项物件，甲普通物件无共款，见光变苦，所以阮才利用3更半暝，日头还未出来的时阵，去挖得笋，道理就是要食。见光变苦，你是讲这甲伊敢毋是也见光变苦？这可能就是因共款的所在。剩的佫有啥物作用？我都袂明白啊。敢讲你知影伊是？无毋对。昨我爱去药铺看伊的时阵，我就感觉足奇怪。伊的身躯谁怎来轻胖胖，连一点仔体重都无？平常的人根本就无可能安尼生。我讲，若是伊。连恁两个嘛，甲伊同款，敢毋是咧？早我想几年，是安怎？恁3个人拢知影我姓方，而且我甲范爷、夏爷、王太恁因好亲像有啥物牵连共款。尤其是上重要的就是伊，是安怎一点仔体重都无，所以，
早我想去3个人，迄3个人都是以前我甲阮阿爹、甲阮阿兄的温情人，因就是连江关的宝块，因的名叫做真富贵、赵春，甲无正常。也毋过，因拢已经过身去。饭餐话、靠价、扫的阮讲。唔通安尼啦，紧起，我就当袂记啦。我知影吼。真正上爱食竹笋，啊无，我过来去学学食吼，10杯。真是就伊伫阮中意的好查某囡仔。唉，咱虽然吼走来甲这吼荒郊野外来比吼，啊毋过啦，真费贵的大分贴吼，竟然落在咱两位铺的手中吼，我看吼，伊早晚吼会找着咱啦。啊，做人时阵啊，做保款，做鬼哦，做多烦啦。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现来照恁拄则所讲的安尼吼，这良医吼。甲好代人吼，应该有啥物牵连啦？啊，若无吼，良医哪会讲好代人要杀人灭口？到底确是良医啊，挑故意要陷害好代人的啊！那呢，好大人出手招招弄毒，要我治良医的心，真是要安怎解释呢？这叫做积恶如仇啊！安尼可有理哦。是啦，啊，咱做人吼，事事吼，安尼唔通拢往歹方面去想。啊，好代人是官咧，啊，良医是道咧，啊，咱当然嘛信官不信道咯。话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也毋过道应有道，官伊原有恶官。李安，尤其是咱身为官这个人，万事哦，就要特别警觉才会用哩啊。袂啦，我相信好代人啦。我也是啊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咱莫阁研究这件代志啊，咱这里来良医的，一切自有答案嘛。啊，对啦，车大哥，啊，只有剩因三个，你拢还袂找到因哦？已经吼有下落啊。大温贴，真富贵。明年大家送去州府花个，亲手交王大人。这是我要检举一名恶官，贯穿了江洋大道犯罪的经过。你甲伊交王大人了，麻烦伊派人来了。你是？我是当年反行强港的大道，强港七条龙之叶成良。啊，叶成良哦，中港七高粱。哦，我想到啊，中港七恶，军粮金雕得天堂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军粮金雕得天堂哦。当年，阮换添兄弟的这个名号，是照马字号所排落来，我叫成良。也就是军粮金雕得天堂，良老字。哦，原来就是安尼生哦。啊是讲你哪会去附近的连江关投案呢？是啊，啊无你嘛会使麻烦本姑娘去连江关带捕快来甲你带去啊。你就要找死哦啦！啊，可万一哦来时咱两个破，啊要安怎？安尼我煞叫放袂记咧。对啦，本姑娘啊，我看吼，你也去州府会好啦。
这吼真富贵的长受到人间权灵吼好大人啦，要交王大人的密函啦。啊，你上早早去啦！啊，昨晡吼，我煞袂记得当面交王大人呢。嘿，来，这条密函的内容我知影，我嘛知，内底是5000两的银票。唔是，这就是迄个恶官犯罪这个证据。不，是倒一个恶官？人间权灵何同？好大人大人哦！好大，来，恁两个我会啉咧。昨暗是阮一生头一回啉酒醉，啊，阮惊都惊死啊！阮来甲佮啉。是啦，大人，我甲必安吼，还佫有重要的代志要办啊，阮袂去啉啦。有啥物重要代志啊？是要去掠鬼啦！掠鬼，详细以后再佫向大人禀报。请大人原谅啦，我甲必安哦，实在无法度搁再陪你畅饮啦。阮先告退啦。是啦，请大人原谅。小大人，搁较袂啉，嘛着将面前这杯酒啉落去。要若无，敢是真无本官面子？好啦，啊无吼，阮吼恭敬不如将命，但是吼只干那啉一杯尔哦。阮先告退。永别两位，人讲酒是川中毒药，上好一杯都唔通。必然，你无将酒甲啉落去？我都唔是像你遐大个，昨暗才嫌啊醉死去尔，即马搁啉。医院找，袂晓将酒含伫嘴内，佫正是拢啉落。对，我煞袂记哩。无救啊！你啥啦？无救啊！袂救，我跟你讲无救啊！无救啊！无救啊！你讲，为什么你要踮酒桶下头？为什么？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人是酒桶下倒来抢处理？拄则，本官甲你啉共乌酒，假使酒中有毒，本官敢会早就死啊！一定是吼，这乌酒吼，加两种酒的迄原料啊！怎样？是不是原料？我知，一定是哦，你性正解哦，所以讲你好说。夏必然，你若认为讲这个酒有毒，你做你提供仵作，也是任何人来查清楚。假使若这名酒中无毒，我会将你押入东拍卸台板，而且将你踢至囚禁查办。打扮，你要查办我什么？第一，你恶行恶状来侮辱本官；第二，你就是毒害范武桥的最大行凶者。啥？我唔对，在地除了范武桥以外，只有你甲我。假使本官若证明是清白，安尼，你就是下毒者。来啦！来，抢我状，爸仔咧，即马武桥啊心中孤独，你先救伊才讲。咱倒位？你还搁倒伫个大门口诶？好好啊看守谢必安，唔准你离开这一步。我要来查看时阵。哼！
这个哪命？到现处时还未到位。好大人，不救！哎呀，我叫你哦，嘴甲吐血啦！啊，我想讲，家己切。不救，是不是你甲害？你人啥咧讲咧？伊是叫谢必安所害，哪是本官咧？哼！朱姑娘，赶紧救法里啊！较要紧，你甲扶起。去！本官是高阳大道。不过中港7路钱，梁老二的检举未害，以及这份，你想要冒充我甲朱教官的名义来骗取州府的官兵的证据，当讲了讲成人是？臭话！即摆到处拢像恶道，工会布天要来诬赖两我的代志，你敢毋捌听过是？我再讲，这个物件到底伫倒位来？分明内底拢无本官的笔迹，你敢安尼摕来遮侮辱本官？这条密函吼是最有村的祝宝爷交互我的啦。真好贵啊吼！金宝爷嘛讲伊，金宝爷讲吼，这条密函是你亲身摕互伊，叫伊交互王大人的。好说！啊！鬼话连篇，什么人如果是祝村祝宝爷？什么人如果是金宝爷真富贵咧？是已经过身的2名捕快，较早嘛是伫咧灵江关做官差的啊。是。2名的死人。无毋对。真是鬼话连篇。第一，虽然你是州府的总部员，也毋过你来到我这，鬼话连篇，搬神弄鬼来侮辱本官，欺压本官，本官无遐尼简单放你干休。走，你，跟我来州府，请王大人好一交代。等下，走，将这名女子甲谢必安关入大牢，若无本官允准，唔准任何人接伊两个。是。别姑娘，别姑娘，你俩谢必安甲本姑娘是什么意思咧？哼，因两个犯了恶意诬赖本官之罪，而且谢必安如果是毒害犯无救的犯刑者，等我若甲你去州府嘅王大人好一交代了后，我会将伊两个严办。走。恁讲鬼讲的，还是鬼要相信了？嘿，我是讲哦，恁拄仔讲，甲何元玲提起这个足有村的，甲卖富贵啊，等因两个人都翘起讲话，当然嘛是鬼话。恁安尼讲，我是啥物相信？恁哪会袂晓吼拖因哦，甲迄个中咬字的安尼来去衙门遮做证。对哦，我着要去迄州府的半路上啊，撞着朱姑娘甲白姑娘啦，因为个性足着急的呢，看到我直接就甲我叫来吃。这办案安尼要对会使哩？爱用他壳啊！爱搁安尼爱冷静，反应爱紧。像我安尼要对会使哩？对啦，无救啊！有要紧啊，无要紧。有要紧啊，无要紧，我是毋知啦。毋过我敢知影哦，朱姑娘已经带去医院啊。但像我无救啊，这种头壳，假想要甲人做捕头，莫怪安尼三不五时就爱来互灌一遍。时常安尼中人的计，安尼互害甲安尼惨歪歪。其实吼，两位捕头头脑拢袂歹呢，对人吼想起重好去啦，毋知安尼吼，拢无心机，
啊，所以自然哦，都较袂提防人啊。好，按今仔日起，我这脑筋吼小转弯咧，无要像过去安尼，搁遐尼安尼意愿垂垂。对，讲做就做。来人啊！小木头，好，这个小查某竟然敢甲我拍，我要甲扣起来。这手铐给我。是。记我好。好。哦，你看哦，你搁叫讲，我抓着吼。哦。可是你会听，手会听。小木头，你头起来啦，莫晓走去，紧，别走走。小木头，你扣唔着人去啊啦，你哪会来扣哦？我本来就要靠你无唔对，你就要意言垂垂，安尼遐尼简单就中计，爱检讨。咱吼首先吼反守为攻吼，咱先来去找足有村的甲梁老二的，请因出面做证，亲仔好同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小爷，其实哦，我讲的话无唔对吼，你的头壳实在是袂歹啦。以后若办案的时阵啊，就要安尼小变巧一下，自然就袂食几遐尼多啊。这你放心，以后我老实帮老实，我绝对袂搁老一家呢，头壳寸长长的行路搁步步。好啦，咱搁对下去，吼。小爷，你看。是伊如的随身宝剑，哪会拉袂遮？伊如，本来你是我真煞心，我拄仔想讲要安怎来甲你接近呢？想袂到你却拿一个剃刀要来割我的颔管，那呢，我就无法度怜香惜玉，只好伸出你性命。你这个无体的少年，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对我下毒手，你说什么用用？你怎么？医生，我是病人，我是病人啊，医生。医生，是我，医生。小爷，你赶紧想办法解救白姑娘较要紧，紧啊！哦。喂，医生，你快进来了，你快进来了！我找你来找救阮，你是这可怜，你在都要救你啊！医生，你快进来，你快进来！医生，你快振作啊！我救你，你快振作！你讲的是真实哦，白姑娘，伊真是的，我要来骗你啦！我是讲吼，你的本领较特殊啦吼，一定有法度通救白姑娘。我，哎呦，我哪有啥物特殊的本领啦？
哦，我会开药铺吼，嘛是会细汉带阮阿公去山顶会买一寡药草尔。啊，我吼毋知买一寡药草来批毛尔，我哪有真正要什么医术啦？啊，我最近吼来店的丢的人吼，我嘛介绍去北京。哎啦，我毋是讲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你目前的身份吼，较特殊啦，所以一定比阮这个普通人吼较有办法才对。特殊的身份。哦，你是讲阮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咱即摆吼，紧来去救伊吼。行啦。我看吼，一切拢伤慢啊。啥？感谢神，但是点仔希望都无成。我已经用尽一切方法，到即马，嘛敢若会当暂时保住富救，甲伊最后一口气。2天以后，就算我是大路金丹，嘛无法度救伊。嘛咧讲，因两个。唔多可能讲都无性命，是。我已经讲过，除非会当，连2天以来，摕到他们两所讲，捌出现伫中港源头，雌雄一体白玉的，也搁黄河源头，金卡珠心上头的，来分别伊伫伊2个人的病。这2天的时间，要哪法度去安尼远所在来回呢？是啊，会用的。我较无正常，斗一转，搁再远所在哦，阮讲到就到啊，顺便来回啊。对哦，就算讲咱会当伫2天以内来回这2个所在，也毋过雌雄一体白玉的，金卡珠心上头的。因只不过是通中的物件，感情是会当这样思索讲，遐尔有医疗成效。免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唔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。